紫月妖君是本君的心上之人。你说他是你什么人？心上之人。此处守卫重重，以我这点灵力，恐怕难以潜入。可若是错失良机，恐怕以后再难寻到进入紫月泉的契机了。原来擅闯紫月泉的小贼是青池宫的后池神君啊！小神君好大的胆子！你青池宫当年庇佑了妖皇的杀子仇人，你竟还敢来玄清宫啊？他知道我是青池宫的人，却对我没有丝毫敌意，一定不是妖族大殿下森弘。不知上君是何人？本君借居玄清宫，不过是妖皇陛下的一个客卿罢了。客卿？知道本君的身份还能如此淡定，上君心性倒非常人啊。本君素来不爱管闲事，你青池宫与妖皇的仇怨，与在下又有何干呢？上君为何要救我？长得好看的人，在本君这儿，没有闲事。这人在玄清宫的地位，只怕不低。那多谢上君了。不过上君放心，本君此次前来并非恶意，只是想寻一位故人。故人？上君久居玄清宫，可否见过紫月妖君？他不过是一个整天爱戴着面具的讨厌鬼，你寻他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紫月妖君是本君的心上之人。你说他是你什么人？心上之人。你见过他？多年前，我随父神来到玄清宫，偶然与他一见，一见倾心，相思万载。当真？当真。本君熬不过思念，便来了这三重天。不知上君可否知道紫月妖君如今何在啊？他就在这玄清宫内。你真的想见他？当真。不知上君可否愿意相助？他日后池姻缘得成，必有重谢。愿意，自然愿意。据本君所知，紫月妖君每日此时都会在紫月泉中沐浴。你现在去，定能瞧见他。多谢上君。谢就不必了，待你和紫月事成，与本君饮几杯酒即可。上君高义，后池感念在心。不知上君如何称呼？他日后池定陪你饮上几杯。不必问了，小神君，本君与你自会有相见之时。神尊，这青池宫的小神君，可一点没有上古神尊的混沌气息，而且他也不认得你，他会不会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？不管他是谁，本尊今日都要试他一试。